人先會搶答。Yuli 扣10分 ，Yuli 減10分 ，Yuli 扣10分 ，Yuli 點解我而家冇想答？ Yuli 再扣5分。屌唔答喎，又都我收聲啊！喂，原來有咪咧係開心好多㗎，唔使嗌咁大聲就得。而家咧就係大家一齊有得作答嘅環節。你搶答環節㗎嘛？未搶答住，要齊答題。好，開始第一題。請列出中國武術流派。每一個5分，最多30分。答錯唔夠分。我想問計唔計錯別字？睇你會唔會太誇張？但係要真實存在㗎。要真實存在嘅。通脹堆多兩件。撲你個街！加個派字咪武術流派咯。你有啲咩派啊？誒，夠鐘，好，大家請停筆，交卷交卷。武當係有嘅，峨眉有嘅，鐵線拳有嘅，蛤蟆谷冇嘅，少林有嘅，古武冇嘅，太極有嘅，截拳道有嘅，截拳道係黃子龍，詠春有嘅，雙截棍。雙截棍係冇嘅。我都係啊！我唔知嗰個叫咩啊嘛。你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Yuli 5分。哇，咁犀利嘅！Yuli，勁啊！Yuli 滿分。Yuli 係咪人哋出題嗰陣時候咧？隔離。我冇咁知㗎。你我係古墓啊！我有諗過小龍大。係啊，古墓我都係未。蓋波嗰個分。鐵頭功係屬於少林嘅，即係少林有鐵頭功冇嘅。雙截棍。又到好似又當唔係中國嘅。咁有咩？是但啦。寫就識幾多寫落去？ 3、4、5、有25。哇，好勁喎！點解咁撚勁嘅？我啲字應該錯。多謝我詠春啦，大家。我哋本身我識詠春㗎啦。跆拳道係韓國嘅，個個都柔道都係柔道都唔係中國嘅，合氣道。哦，合氣道好似。合氣道唔係。係啊，合氣道唔係咩？合氣道要 check。Yes，我令到 Angie 成都要 check，都係一個先。日本嘅大個名。日本，唔好意思，日本嘅有之一，真係唔屬於嘅。我哋香港有個成日喺度詠春武當都啱，所以答案係我有呢個3、5、15。好，Ivan睇睇。少林峨眉太極武當，你唔係最肉多位係冇嘅，拳都有，詠春都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哇！Ivan 有齊，果然係 Ivan。呢啲先至係送分題喎，我覺得。氣功，氣功，都係個氣功係啊。係氣功。呢度已經擺翻佢哋你咩話？太極之一嚟嘅，太極詠春雙截棍都俾你啦，咁就3個啦，3、10。冇水之王。有時話少林峨眉武當詠春華山派係冇㗎。華山論劍，華山論劍佢就唔係派嚟㗎。5個。華山喺個山。第2題，係，哇，咩事？就快寫字題呢條。請把下面嘅空格睇啊！呢啲好得意喎。填寫正確嘅阿拉伯數字，令到成個句式成立。咁要點寫？喺呢一句話0出現咗幾多次，1出現咗幾多次，2出現咗幾多次？咩話？淨係呢一句嘢啫嘛，係咪啊？係啲成版嘢。唔係，我想問上嗰個計唔計㗎？係嗱，有幾多個阿拉伯數目字？哦，幾多個阿拉伯？咩題嚟呢啲？IQ 題。邏輯題。哇，好難。有啲難喎。咪1個答到，仲會加10分。得，先答。我問你啊，如果你寫咁多個1咧，咁1出現咗係咪冇少咧？喂，喂，點解提㗎？Ivan交咗喎。俾多次機會你，俾多次機會你。我都係錯。係。屌。哦，我知啦。因為本身我都計。咁我畢咗喎，可能 Ivan 啱我嘛。咁樣。哦，係喎。嚇？點解啊？我 Ivan 講嗰個我就知啊。哇！一定要每一個都要有。唔係啊，如果你咁多個，你寫咗咁多個0，咁0成出現咗。我你頭先就係咁啊？係，由呢度開始。呢個就係嗰個，呢個咪就係要揾嗰個。係邏輯題。好似得啦。有人交功課。Queenie 係全隊㗎。多謝。Queenie 全隊。Queenie 加30分先。多謝。李怡、嘉琪係犯規。啊，爭啲人嚟㗎。咁啊，係咁啊，爭啲就計咗一單後邊。啊，唔想計啊！呢一個又爭，我已經唔記得咗啦，係咪呢個喎？哇！第2個成功挑戰。Rachel 20分。好，連結啦。我唔開估你。計埋啊！如果你唔計呢個咧，你唔
完撚咗啦，你完咗啦，我俾10分你啦。啱啊！呢個咧，呢個咧，呢個咧，呢個咧。啱啊！XK 都中，不過你哋全部過晒，你哋全部過晒鐘，不過俾10分你哋。 ！1、3、2、1、1、1、1、成啦。強者唔會抱怨環境嘅，佢話：屌你！你而家係強者嘅咁樣講啦。OK，而家嚟搶答環節，答中20分，答錯減10分，補答加10分，補答錯減50分。啊，sorry，減5分，補答錯減5分。我呢個冇評分喎，兩條都冇咯。總共25題，第一題，三山五岳入邊海拔最高嘅5岳係邊一座山？聽到都唔想答。答錯答錯係扣幾多扣分？10，答啱係加20。北洞魚山。係咯，我哋而家係唔係 IQ 題。我哋錄最高嘅山。咗北洞嘅山。點解冇人會答到師兄？選擇題 A 泰山 B 中山 C 華山 D 大帽山。屌，咁一定唔係二咯。 E 咧？E 係咩啊？二係方定山。哇，OK 喎。哇！加分，加分。 5、4、錯，係泰山。錯。AK 減10分。因為我個聲音最低啦，我正確答案係華山。唔係冇答咩？嚇，冇得補答㗎。 sorry，下題。第二題1Q 題，魚蛋粉入邊有魚蛋，咁咩粉入邊有雪糕 ？Hazel。啡粉。喂啊！ Hazel 加救命啊！10。喂，你希望嘅你唔係靠1Q 嘅，靠奇蹟。第三題，請問黃雨降雨量係每小時幾多毫米 ？Yuli。100。錯，Yuli 減10。補答 Ivan 30，Ivan 加10分。第四題，地獄題，我哋咩叫地獄？地獄笑話。我哋面上、眼、耳、口、鼻都掌控一種感官，再加埋觸覺咧就係五官。咁呢個又聾又啞又跛嘅盲人，請問佢有幾多種感官 ？Queenie 先。又聾又啞又跛嘅埋一種。啊！你嘥晒啦。Queenie 減10分 ，Yuli 兩種。2種。你都嘥晒。係冇晒冇。減。唔係，快你理解嚟聽下。嗱，佢有觸覺啦，咁佢係有嗅覺啦，同埋佢就算係啞嘅咧，都有味覺嘅，所以有3種。第5題，請問茶餐廳術語夏威夷係指咩食物？有啲料到。如果想要個夏威夷，請問夏威夷係咩食物咧？啊唔係。邊啲答喎？佢舉㗎啦。邊個有喎？喂，邊個無聊啊？係啊！喂，呢個舉手啊！呢個舉手啊！都好喎。阿文真係舉手。選擇 A 魚蛋 ，B 雞髀，C 西多士，D 奶茶。邊？西多士係啱嘅。點解啊？我都唔記得喎，我唔知喎。就好似靚頭仔嗰啲先講咗個白飯西多士，一樣。咁叫你有得揀西多士就係西多士。夠。第6題，請問13579下一個數係咩 ？Ivan。11。Ivan 減10分。即係唔係正常嘅啦？咩話咩題？我知。哦，Yuli。1360。啊，唔係13，sorry，13。Yuli 係。唔係等先，13580。跟住3比3啫。Yuli 冇答啱。第7題，我覺得 get 到。你嘅羅馬數字呢個係幾多數？屌你老母，講咩字？呢係3次。嚇 DXIV 女呢樣嘢。要唔要提示？好啊。提示 D 係500。Queenie。 514。 514正確。Queenie加20。哇，Queenie好勁喎！你提過最難嘅。第8題 IQ 題，有咩動物敲2下就會死？拗定係敲啊？敲2下就會死。魚。Yuli 扣10分。唔係鯨魚，sorry。你係咪補答嚟啊？呢屌，鯨魚。個？你係咪補答鯨魚都係魚。我覺得係鯨魚。 ？Yuli 再扣5分。咩啊？咁係咩啊？正確答案係鱷魚，因為 crocodile。
伏特 ，Ivan。Sorry。2AC。2.0 AC。係咪2.0伏特。2.0伏特。2.0。唔係你講一般。唔係你最後 firm 嘅答案係 2.0V。2.0V 係10分。唔係啊，你問多次。香港交流電壓係幾多？香港交流。居然。220。220V 伏特係啱嘅，220。居然加10分。第3條 IQ 題。我覺得唔答好似仲好啲啦。係啊，扣咗20幾分。我喺度幾舒服。扣咗20幾分。將一隻狼、一隻羊困喺個地鐵車廂入邊，點解狼冇食到隻羊呢 IQ 題嚟㗎。 ？IQ 題。Kenny 因為佢哋要緊握扶手。有創意，Kenny 加10分。你好笑喎！扶手，有幾好笑喎！我覺得好笑喎，我覺得佢都係啱嘅喎。呢個有 feel 喎，呢個。緊握扶手，呢個好笑。緊握扶手，關愛讓座，緊握扶手，安全第一。呢個係欣賞嘅，有冇補答？如果我嗰個好笑過你嗰個，咁點解先？你睇其他俾唔俾翻嚟？哦，地鐵小朋友唔食啊！舉手。地鐵小朋友唔食啊！冇錯，因為車廂內我屌！好 U 而家10分。我而家評翻頭先揀嗰啲未啊？第11題，老師就控制學生，律師就控制法律。咁咩師可以控制世界？ sorry 係1Q 題嚟㗎。1Q 題都唔算嘅，戇鳩題。就嘉琪，就先啱，加20分。嘉琪加20分。竟然係12題，少少數學題。即係唔使聽。Queenie 同劉皇叔猜枚，每一鋪賭100蚊。Queenie 贏3場，但係劉皇叔贏500蚊。請問佢哋玩咗幾多鋪？哇，鋪！我哋都未少。 Yuli 點解我而家唔係好想答？8鋪。Yuli 10分。我都諗辦喎。做咗啦。諗咗下。HK 加10分，就係11。哦，我要贏翻輸，贏翻輸。第13題，請問人體生產尿液嘅器官係邊一個器官 ？Yuli。膀胱。膀胱先佢 Yuli 夠10分。Ivan 好答。想講膀胱。腎臟。腎臟 ，Ivan 加10分。哇，好嘢！我已經透露晒你個心好，第14題，Hazel 同嘉琪去食飯爭埋單。又要計數。Hazel 爭1蚊，嘉琪就爭100蚊。兩個人最後決定夾錢埋單，但係都唔夠錢。請問呢餐飯總共幾錢？都唔夠錢。我知啦，100。100係啱嘅，Yuli 加唔係啊，呢條記憶題。我有 U。20。第15題，請問曼城球員哈蘭特係邊一個國家代表 ？Yuli。英國。10分。哦，呢個我知，肯定。Ivan。肯定呢個好笑。挪威。好，係多謝啲 friend 啊呢啲。錯嘅。挪威係啱嘅，挪威加10分。建議答案係冇一個肯定字。如果唔係揸錢俾啲 friend 就變咗做。 16題，假設鑽石山同沙田距離11公里，阿強由沙田跑到去鑽石山時速10公里 ，HK 由鑽石山跑翻去沙田時速15公里。請問兩人相遇嘅時候，邊一個接近鑽石山多啲？哇！點咁難嘅？係啦，呢個呢個要計數嘅喎。邊個要用1個鐘到？咁鑽石山同沙田相距11公里。係我跑開去沙田，你跑開去鑽石山。係當相遇嘅時候，邊個近鑽石山？係。我咯。HK 減10分。好大Kenny 舉手先。唔係咁點答？阿強，我呢條都有得補答嘅咩？咁一定係咯。 Kenny 減5分。相遇喎。因為當二人相遇嘅時候係一樣近鑽石山嘅。我屌！相遇我近鑽石山啲喎，我見到你啊嘛，我但係一樣近。點樣計？唔係啊，唔使計㗎，係中學題呢個唔係唔使計㗎，唔係我哋相遇㗎嘛，問題當二人相遇嘅時候，所以係一齊，因為佢係同一個點。第17題，請問電影對白咪啦，玩得唔好。
咪諗玩啦，五寶。係出自邊一套電影？五寶啊，冇人聽過但二寶我識，頭文字 D。頭文字 D。頭文字 D 唔係人文，因為邊有揾冇呢個人？咁我唔識講出嚟。我唔知五寶係邊個？ OK，全部 skip。正確答案係同門。第10分係啊，就題。係如果連屋企咧就離公司好遠嘅，每日都會踩滑板去巴士站翻工。但係第一個巴士站離 Yuli 1公里，第二個巴士站咧就離 Yuli 屋企2公里。點解 Yuli 翻工嘅時候咧就去第一個巴士站，但係放工嘅時候咧就喺第二個巴士站翻屋企咧？好簡單嘅書。我知。Yuli。因為我間公司喺第二個巴士站。唔知啊嘛。10分先。最頭唔知。妖唔答我又咯，我收聲啊！ Yuli 下一條又改。其實 Yuli 而家搞嘅100。懷疑100咯，我係嗰年係。懷疑你100。啦，家庭成因為佢冇扣。妖，總之我填我自己係最低嗰個。我知啊。 Yuli 冇答。因為斜路。係。因為斜路。我係諗邊個？係，但係我唔想答。係 Yuli 補答加翻10分。我真係冇扣過。嘉琪完全講教。OK， 第19題。答翻睇啦。請問嘅策略嚟㗎。請問邊一位？人知道搶答。請問邊一位秦朝大臣向秦始皇提議統一貨幣？哇，歷史嚟㗎。Ivan 舉咗。Ivan。上 Ivan，唔好死啊！唔係唔好扣分啊！死啦，嗰個係陳添喎，記錯。Ivan 冇舉。Ivan 答案係 Ivan 舉咗㗎啦。秦朝邊個建議啊？秦朝嘅大臣向秦始皇提議統一貨幣，大臣係邊一個？李斯啦。Ivan 真係啊！係李斯。哇！真係你知㗎？佢最聰明啊嘛。屌喎！是。真係你個一齊係咪相央啊？我想講南雙魚，但係齊㗎嘛都好似。第20題，當時針轉動15度嘅時候，請問係過咗幾耐咧15度啊！咩幾多秒啊？轉一圈就係360度。收聲啦！Yuli。半個鐘。Yuli 正確。Yuli 加20。港鐵站題，將間屋所有嘢都油成紫色，會點咧？就個答案就係一個地鐵站嘅。哦。Yuli。太子啊！正確。哦。你先捉到呢啲思路。你個腦係裝咩㗎？裝太子啊！太子啊 ！Oh my god！ 你裝太，幾好笑。 Winnie 果然係生人，生人屌！智商嘅月光啊！第2題都係港鐵站題，男仔頭髮長咗會點？啲頭髮生長提示啦，2個字，唔花時。5、4、3、2、1，答案係男仔頭髮長咗，梗係會剪啦。會剪。呢題都係港鐵站題，請問邊一個站係完全冇直路嘅？Hazel。係啊！ Hazel 加20，呢題好。24題，明益嘉琪嘅。請問 AIA 友邦保險嘅港股號碼幾多咧？哇！真係唔知喎屌，唔使益我呢個。我買過，但係我唔記得咗。喂 ，AIA 友邦保險冇人答到，正確答案係1299。最後一題 #OOTD 全Yuli。舉咗。Outfit of today。50分。嚇！我都以為係呢個。 Hazel。Outfit of the day。哦屌！ Hazel 加。係喎，幾好對啲喎。On the day。係喎。OOTD。真正嘅港女。好，休息一下先，而家我哋總結下啲分數。仆街喎，應該得翻140分。